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，来看3月24礼拜二开出来号码1020282936，这条29连续开2期。内顶一期3月24，掠10粒无出牌号码，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3月25，踮遮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。01、04、08、16、18、21、25、31、33、38、01、04、08、16、18、21、25、31、33、38，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。感谢收看。